第55届金钟奖，公司台语台入围的节目主持人甲制作团队嘛出席典礼。今年有袂少得奖的人，拢用家己的母语来发表感言，互咱看到台湾有遐尼侪珍贵的语言。行伫红地毯，这是全台语制作的吉他课的节目，全家有智慧，特别穿着有台语正字的服装来参加金钟奖。我这是工人吼。心啦，嘿，这是台语的正字，嘿，甲大家多谢啦，会记哩哦，爱看阮全家有智慧，因为他教恁足侪台语的，不管是台语的正字，也是台语的讲法，阮拢会讲互恁听。50走80。另外，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的无输一把数，主持人嘛期待未来为着台语继续拼落去。我对我家己嘛有足侪，感觉家己爱搁拍拼的所在啦。因为我台语无讲足练长的，足歹势。但是我是台湾囡仔，因为就是安尼，更加我搁爱继续搁讲落安尼。入围的作品有各种语言的创作，有得奖者嘛伫舞台顶用母语发表感言，互咱看到台湾这片土地文化多样性。另外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工作人员搁来喷酒精替麦克消毒，现场所有参与的人嘛拢挂喙罨，互典礼和防疫拢圆满顺利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